如果叫你揀一首歌代表打工心聲，你都會諗起呢首嗎？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的直頭係壞腸胃。經營有道，繼續同大家喺唔同領域入邊一齊認識你自己。呢首半斤八兩係1976年嘅作品，對我哋嘅爸爸媽媽甚至爺爺嗰代人嚟講，呢首歌直頭係佢哋嘅時代主題曲。喺嗰個獅子山下話乜都話遍地黃金嘅年代，打工嘅邏輯好簡單，出幾多力換幾多飯，只要你肯捱，肯將自己變成一粒寫字樓或者工廠入邊聽聽話話嘅螺絲，個社會大體上會俾翻回報你，你供到樓養到家，生活係有得改善嘅。所以上一代人對工作嘅態度係一種全盤接受嘅生存本能。今集我哋就透過幾代香港人對工作態度嘅轉變，重新睇清楚你生活嘅底層邏輯。當我哋將時間軸拉到今日，你會發現成個世界已經唔同晒。由70、80年代嘅生存大過天，到90、00年代個個追求人生贏家、跨國企業經理、年薪100萬嘅成功學，再到而家後生一代流行嘅躺平、安靜辭職或者追求心靈自由，幾代香港人對打工呢兩個字諗法係完全唔同嘅。你有冇聽過屋企長輩講，點解而家啲後生仔咁唔捱得，喐下又話要揾翻自己，要裸辭？其實呢個根本唔關捱唔捱得事，而係兩代人對自己嘅理解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上一代人佢哋嘅自我係收埋嘅，工作就係佢哋嘅全部。但今日嘅人物質上富足咗，我哋對工作嘅底層要求已經由填飽個肚變成咗想要情緒價值同埋想知自己為乜而活。當後生仔發現自己用盡全力去加班去內耗，換嚟嘅人工依然追唔上樓價同物價，以前嗰套付出就有收穫嘅邏輯就已經完全瓦解咗。喺哲學入邊有一個概念好適合解釋呢種跨世代嘅集體焦慮，馬克思叫佢做勞動異化。咩叫異化？簡單講就係你本來係一個有血有肉有創造力嘅人，但當你每日返工只係重複做啲毫無意義，淨係為咗跑數或者應付老細嘅機械式工作嗰陣，你同你做出嚟嘅嘢就分開咗，你唔再係你自己，你變咗一件用嚟換錢嘅工具。法國哲學家卡繆喺薛西弗斯的神話入邊講過，薛西弗斯俾天神罰佢每日推舊石上山頂，但一到山頂舊石又會碌翻落山腳，永無止境。今日好多香港人返工就係薛西弗斯，每日重複推石頭，但永遠解決唔到根本問題。心理學家榮格都有個概念叫人格面具，好多人用成世去研究點樣喺公司戴好個面具，做個完美嘅經理、專業人士，但返到屋企面對自己個內心反而最陌生。當你個人格面具大過你個真實自我太多嘅時候，你個心就會用焦慮、失眠、情緒爆煲嚟提醒你。所以幾代人對工作態度嘅轉變，其實係一場好深刻嘅自我認識過程，代表香港人終於開始認真問我到底係邊個。如果你而家都喺工作嘅內耗入邊，或者對前路覺得迷茫，我想請你停一停，慢慢睇清楚呢個底層邏輯。工作、金錢、職位，其實全部都只係外在嘅情景。人生唔係淨係得半斤八兩嘅等價交換，你唔需要用工作上嘅成功或者失敗去定義你成個人生嘅價值。經營有道認為，最高層次嘅利他係先學識回報你自己，全盤接納自己，時刻將工作重新定位，當佢係一塊鏡，用嚟觀察自己嘅反應、習慣同價值觀。喺極速變緊嘅社會入面，學識企穩陣腳，守住自己嘅內在秩序。下次當你做到好累、條氣唔順嘅時候，停一停，
聽下自己內心真正嘅聲。多謝你收睇《經營有道》，我哋下條片再見。